有求必应获得进行土地公为民处这个出现。伊自视环间数百年，甲环间的百姓有深深的感情。伊只希望环间的百姓会当平安随时安居乐业过日子。土地公看到这个白囝为了一碗饭互相相认，伊内心非常感动。这时将一碗饭变做两碗饭，佮照别人福分施舍分享互因。本来伊命中注定应该善待一世人，煞来变成有钱人。欢喜着啦！环间的百姓生死离别，带亲人心中苦。土地公定定在地个使者乌白无常，要将分别交到时阵，运用法术激体乌白无常，互生命该少人可以当继续伫凡间活。欢喜着。土地公不忍心怀胎十个月要生产产妇，在婴儿未出世时阵叫疼连天，正不得的出手相助，技术阴阳颠倒病。本来这产妇应该生查甫，煞变成生查某。欢喜着。土地公一再手环天条，玉皇大帝上岛的正路，特别下令祭天大圣孙悟空，下凡要将土地公押就斩仙台处斩。情长是个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。阮的心才只有讲，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。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执行啦！你若有啥物话吼，你尽量交代啦，我一定甲你斗3工的啦。多谢你啦！时辰已经到，拜请我好前行行。阿弥陀佛，我好从听令，奉玉皇大帝旨意，福德正神应在人间多年，一时一刻难以拓开世上的感情，定定触犯天条。本应处斩不能轻饶，但带领福德精神，处置一片善意，死于免死，不过俸禄减少1/3，并且注意将神返回其职，忠于职任，钦处。明记。福德精神啊，容易你无出斩。好佳哉，谢天谢地哦，也无我这豆工差一点仔就无去。知影厉害就好。看你以后，甲我违反天条。唉，原间的百姓有难啦，我敢免讲无共斗3工事。那安尼，原间的百姓免来称呼我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土地公。福德正神啊，你爱赶紧转凡间啦！最近凡间哦会发生一件代志哦，甲咱天庭有关系啊，你爱好好处理哦。这个唔食，甲阮咧话讲到袂煞就走啦。我刚才讲，这雨较细。
拄则迄阵大雨，甲桥拢冲去啊，明仔载毋知影敢会当过溪去。请问两位是毋是嘛要过溪去啊？是啦，阮两母仔囝嘛是要过溪哦，去碗口亲戚。希望明仔载溪水当较细，啊若无明仔载就袂当过溪去啊。希望天公伯会当斗相共，斗保庇，互咱拢会当平安过溪。你巴肚枵还是？是啦，是阮阿娘啦，伊破病啦，伊已经一天无食物件啦。安尼哦，来，这你摕，紧摕去互恁阿娘食，啊。安尼哪好？啊，阮若食一块饼，啊，你就无通好食啊。免客气啦，我巴肚袂讲真枵啦。多谢你吼，啊，煞毋知要安怎称呼你。吼，我号做婉福。婉福哦，玉莲，人的温情，咱是拢共放袂记的，知吼？你对母仔囝，敢是过溪去啊？哪有人咧喊救命？敢是你对母仔囝？福德正是，你讲这个人在凡间乐仙好死铺桥自路，你说家道中落变成善事生，这真实的是。启造玉帝有凡间宝剑一片，福德正是，照你的看法，本地应该安怎来补偿？启造玉帝，凡间即马人心不安，正需要一个正义感的人来感化世义。微臣希望玉帝会当互阮福中断民间，发扬玉帝仁慈之心。所以我想讲，我想讲，哦，啥物话做你讲？微臣因为目前造神这个块，也阁无适当的预算，是毋是会当互阮福来做造神？这启造玉帝，这要哪会用的？阮福虽然在凡间有功劳，不过伊是凡间的人，要哪会你特封伊做造神呢？启造玉帝，阮福伊是一个真有爱心的人，也嘛真了解凡间的情形，会用讲是一个真适当的人选。无参像一寡神啊，做几落百年啊，也阁无了解凡间百姓的痛苦，实在是有够悲哀啦！福德正是啊，你是伫咧指责我太上老本事？不敢，太上老君，本身就是以事论事啦。我若无说你去讲着你请多多原谅。哼，我想你也受假，小小一个福德正神，啊，加上要指责我太上老君，你才真无人份啊！爱讲哦，人咧讲一支稻草啊，嘛会加多只大树。福德正神，你是伫咧讲啥？你是想伫要命来哟？福德庙是天下宝殿，我这本地就以天规处地。感谢观世音菩萨，诸位将士，为着我的互恁为着造神这个职位发生争执、祸害感情，所以本地决定要收满福做义子，封伊做造神，并以下凡间宣扬权威。唔知恁的意见如何啊？玉帝英明。完了，紧甲玉帝下阮啦！哦，多谢玉帝大恩大德，收我为义子，且受义子一拜。起来！一个童子。在。
定在短期间内将满服训练成为正式。是。但是造型必须要在每年6月24日返回天庭，向本地兵民传简承诺，不得有误。巴黎好。我的衫呢？巴黎好。缘投搁飘飘咯，赞！你要变进前先念巴黎好。是。巴黎好，嘿。日月公主，我要变做千金小姐，爱变做乞食。你搁变一遍。巴黎好。变安尼有成无？有进步。啊，毋着搁变倒转来。是。巴黎好。我变倒转来，我变倒转来。日月公主，真多谢你的指教。你已经学到差不多啊，以后你家己也会好好研究甲学习，才会当帮助世间的人。是。我在进行训练好啊，造型交你处理哦。多谢你啊，造型。好在进行，有何指教？哎，无啥物指教啦，紧来去啦。哦。是要去对啊？要来去凡间就一讲。行啦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下哦，若到的时啊，你再对个缘当讲问落去啊。咱是神诶，谁若无为大门入去，还为缘当讲落去？你是造神啊，你唔对缘当讲问落去，啊无是啥物叫做造神？哦。文文，对咧，你袂休困啊？是啊，我专工哦，芳心仔茶要来互你啉呢。哪有什么茶啊？这大瓶啉剩的啦，来，你较啉啉。你啉就好啦。无喏，你日时做遐尼济粗重的工课，暗时阁不时要读书，你身体无保健，哪会用的啦？较紧啉啦，等小。多谢你的关心啦，我身体要较免啦。你去啉落。你啉啦。来，你啉啦。你啉啦。你啉就好。若你紧走，若无叫我练就惨啊！我收了。夭寿哦，无想讲我这老夫咱健康康，啊，教你遐对一个缘当讲说出来尔，哇，这骨头拢总要放去。啊，你是咧笑啥呀？哎，我哋之前啊，安怎？你看你的面啊，规个乌妈妈白素尾头共款，哇，足趣味，足趣味。哦，啊，那你乌说说啦。好笑啊！你莫当遐伫咧久笑比无尾啦哈！家己的这面安尼乌说说，画出小丑的更加笑啊！赵先生，我先甲你讲，这就是你的关区的，你爱好我做，好我固守你的职位，若有啥物问题啊，才要来找我。我将要赶紧转来庙，我最近庙内面拢无啥物香烟，一个庙内面甲菜准时唔伫遐尔。我若无倒转来好好拼一下哦，时到哦，我倒互玉帝哦，甲我拍来，甲灶骹甲你去做，安尼时到我要哭都无目屎哈！我要先来去，是嘞哦。
是我啦，是我啦。老爷，你半暝做老房间要创啥？你乖乖听我的话，看你别想我老母。老爷，你不要死了！老爷，你放手啦！你放手！哎呀，我救人哦！你敢我救啦，我就喊死。放手啦！你放手！老爷，你放人你啦！救人啊！救人！救人！放下！夫人啊，你哪来遮啦？阿爹，九年未见笑，大波人大母未见笑，未见笑。你啦，你是白啥？夫人啊，是玉莲哦，伊讲伊暗时足无聊，叫我来参与开讲的。老爷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明明就是你家己来，夫人，我无啦，我无，是老爷。讲你啦！夫人啊，咱结婚遮久啊，你上了解我的个性嘛？我这个身份的人，哪有可能去找一个查某囡仔后白来嘛？你讲点去啦？恁甲我讲我遐好听啦。那你哦，我知咧，这笔账吼，小等下恁做嘛才甲你豆啊算哈。对，豆啊算，对。等你这是安那？你菜本你啊，出去啊！你实在真好大胆，三更半暝你也敢叫老爷来遮甲你做三气啊？哈！我今仔日哦，若无互你当啊粗暴，后摆哦，你唔知要搁外超过咧。夫人，我无啦，你让我弄我真是无啦。你要搁敏感，你使袂看咧我去哦？你使啊？你使袂看咧我去？我求你！会疼啦，你叫着安尼一疼，你是要跳水哦？听后生上好啦，你是拢无看育戆囝，伊咧诱拐恁老爸呢。夫人啊，你莫甲我冤枉啊！我真是无啊！你要甲你死啊硬嘴杯啊！哈，我来无甲你，我来想，戆囝，在你娘，迄有人哦，真会疼啦！你若唔当心吼，会疼吼，我拍过来。哎呦喂！戆囝，你是要创啥来？我娘来。娘，你也无打讲咁会跳啊？哎呦喂！你把你这戆囝，我说，娘，我赢，有人来，真跳哦，来，姐姐吼。有人，你讲阮阿娘是毋是真奇怪？我明明甲讲你会疼，伊吼拢无爱相信呢。我就这个手呀，甲拍，伊才知影疼，去走出去啊！你讲阮阿娘是毋是真戆？无乱无疼，愈乱愈疼。哦，我想讲咱你个戆囝哦，师有影，啊无想讲我因老母呢，啊迄揣仔囝咧，才是安尼遐大个安尼甲我抹啊。敢大边的，头壳空空啦，伊要哪会知影什么叫做大个，什么叫做小个啦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？迄条账我袂甲你算的。我问你，你三更半暝走玉莲的房间咧创啥的？哈？啊，都玉莲找我开讲。你是要甲我惊死哦啦？惊死上好啦！你这个低高生，我毋是咧唔知影咧。玉莲的三更半暝叫你去伊的房间开讲，你讲我鬼听鬼都不爱信啦！哼！徛喺边捡的查干仔尔，算一个透紧的。你是咧念啥你啊？玉莲是我甲捡回来的呢，
我算暗算后摆啊吼，要叫咱大片的做某的。你莫笑想啊啦！咱大片的头壳空空啊，迄玉莲无可能会答应啊。伊的命是我捡转来的，伊无答应，咱就煞呀。是安怎？是不是夫人去拍你啊？这个好佳哉有大片甲我解救，啊若无，我就活活互夫人拍死，就袂当看到你啊！实是有够苦的，敢讲你有钱人，就当安尼糟蹋人心。不管，我实在足惊吓的。老爷定定要伫我的房间内甲我欺负，夫人反讲无怪老爷，颠倒讲我有怪老爷。我这种日子，我唔知变哪过落去。我真讲无路用，我实讲无路用。你莫怪你家己啊，若是要怪，就有怪我家己歹命，命中注定爱受命运的拖磨。对，我唔相信什么命中注定，但你定要坚强活落去。我无就出去啊！哪里啊？喂，我哋结钱啦！快同佢哋斗打钢铁啦！喂，我哋结钱啦！我哋结钱啦！拜托，斗打钢铁啦！真是有够好。我就甲你讲过几落摆，发生了绝对爱，也无唔多若拄着危险的事啊！你不但闹不了，连性命你都无去。多谢法律正式指点。呀，你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就想讲哦，莹莹无代志，想要来遮找你开讲。莹莹无代志啊？哈，你哦，敢讲当家站内发生的代志，你连一点仔拢总唔知影？真歹势啊！昨暝我早早就困去啊。法律正式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讲甲你哦，实在是有影。我甲你讲啦，神的放浪哦，唔是讲遐尔简单俩。咱做事甲做官共款，不三时来烦恼这凡间的生活。尤其是你，每年的6月24日，你拢一定要向天庭来报告凡间百姓的善恶。你资料若传无齐全哦，哼，死到你就歹啊！以后我会注意啊。法律正式啊。你还会甲我讲昨暗时发生啥物代志？一昨暝咧发生，有人来啊，是相片。我相信土地公伯啊，一定会保庇咱，互所有不幸的代志拢会得逢凶化吉。当我若高中公明的时阵，咱能够离开这所在，重视咱的生活。文婉，听你讲这话，我真欢喜。以后无论拄有啥物艰苦的日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回来。时辰无早，咱赶紧来回去。我就正是啦，这个叫做玉莲的姑娘，敢若做面熟的，敢若伫倒位捌看过。我代替你解开这个结。若讲这个玉莲啊，就是迄当初时啊，你伫咧溪中卖虎解解救迄个姑娘啦。原来都是伊哦，伊无死，真是奇迹嘞！凡间奇迹的代志哦是真多啦，迄摆哦的代志
就是算讲你做了太好心了，才互王大帝哦，甲你封做造型。我得正心啊，这一切拢嘛是你开心啊！免担遐讲遐啦，法术练好较要紧，莫担遐定定咧变拢袂好势。是，我得正心，遵命。要不过讲实在的啦，我感觉因两个人哦，足可怜的呢。尤其是迄个少年人，伊伫等下做长工，虽然讲吼，伊工课真重，也毋过伊感觉做认真咧求取功名啊。哼，像伊这款情形哦，真是使人钦佩。所以咱做神的哦，更加要帮助因哦，早日继承能力才对。造型啊，你有这款同情心哦是真好，然不哦，你唔通袂记啊，你即马是正神，凡事啊拢过是按照天定的规则去行事。你讲这个道理，我是拢了解。也毋过，万一若是去拄着代志，我若无得控制，就想要了解啊。幼莲，老爷足想你的呢。老爷，现在要三番两次来甲我欺负啊！得你生足水啊，老爷介意你啊。来呀来，小姐，小姐。哎，这是你的福气呢，来啦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救我！太被叫卖了！可能是土地公伯啊保庇我。我来做点亏啊！过来了！我昨天没跟叫你开来手来，拜托你了命！是我做骗啊，我唔是鬼啊，你莫胡直讲啊！哎呦，是你哦！你是要甲我惊死哦啦！阿爹，你头拄安尼讲咩？真好耍，你是咪咧耍风角鸡？我嘛要耍啊！拄则就后要惊到哦，就要死啊！讨厌人甲你耍啦，你家己耍啦，你家己耍。我要耍啊！要耍啊！哎呦，你家己耍啦！你来哦，唔听话啊！娘，这个怕，莫改我。乖，你乖吼，安尼唔敢好乖。无啊，你即摆是咧甲拍安怎？哈？无啦，我哪有较拍？我咧看伊耍的尔啦。对了，我拄仔伫灶骹哦，看到迄落，你落啥？无神啊呀！哎呀，无神啊，有够恐怖的呢！无啊，你无代无志走去做卡创啥？兄小水，你第时才过来啦？你当作我扫尾囡仔哟，哈？你是毋是搁去灶骹要找玉玲开讲啊？哈？我讲兄小水就兄小水啦，要信真由在你啦。为着我讲的话哦，你也毋捌咧信过啦。哼！但你这款人讲的是啥物信啊？连鬼都不爱信，可怜啦！我使你气死呀！阿娘，莫生气哈！大片，来，对阿娘入来。大片，啊他你也未少岁啊，有想要娶某无？阿娘，娶某真趣味，娶某，我要甲玉玲讲，我要娶某，等，才赶紧要创啥？阿娘甲你讲哦，即马若娶某了后，就是大人哦。
无闲到即马共款，敢若囡仔遐尼爱耍哦。安尼啊，无好耍，我不爱，我不爱错啊，不爱错，不爱啊。好啦，唔通喺大细声安尼吵啦。阿娘问你，有介意玉莲啊无？玉莲真好，常常带我去灶骹食好料的。我亲像咧放的长工，迄查某囡仔拢骂我空空的。有人甲你骂？后摆若有人骂你哦，你就随来甲阿娘讲，阿娘假死互你看。阿娘，你真好，我丢钱。你乖，阿娘怎？我要找玉莲佚佗，找玉莲佚佗。玉莲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我一定要逼伊嫁互大片的才会用。玉莲，夫人，玉莲啊，夫人，你有啥物烦负心？我拄要摕衫哦去溪仔边洗啊。免啦，来，这好啊，好啊，来。你今日哦，负责陪大片的算就好，啊，这个衫吼，我摕来去后门洗，好。玉莲，玉莲，你是咧想啥？讲真啊！无啦，无代志啊。玉莲，你陪我来去练写字好无？好啊。行，来去练写字，写字。玉莲啊，夫人，跟我来。是。玉莲啊，后摆暗时啊吼，莫家己一个四界黑白行，知影无？夫人，是的啦，我知影，我以后唔敢啊。玉莲呢？遐济？唔免啦，我徛来就好啊。我叫你坐，你就坐啦。坐啊！多谢夫人。玉莲，是安尼啦。啊，大片的讲哦，阴暗开始哦，伊就要家己一个人困。啊，你就知影哦，这大片的哦，甲别人是无共款啦。啊，我毋才想讲哦，你来陪伊困。要若无哦，这个囡仔哦，家己一个困哦，我实在是无啥会放心的呢。夫人，玉莲的啊，但你嘛知影讲哦。大片的啊，普通时是上介听你的话。啊，若有大片的踮你的身躯边哦，哎，老爷才唔敢对你黑白来啊。你想安尼好无？好啦。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土地公啊！土地公啊，代志唔好啊啦！当然嘛是唔好，你是怎样吵死人的啊！家己困袂去，你就不应该来这庙的担遮伫共吵啦。好你正信啊！你若继续困哦，就正常要去啊啦！赵信啊，
哦，你讲的你嘛甲差不多了哈。你来我这庙安尼大声细声，我无骂你就惨死了哈。你也甲咒惨我去啊！你误会啊！我毋是咧讲你啦，我是讲等下迄只好肉母啊。伊吼，因含叫玉莲哦去陪大鼻困。若是安尼，问我看玉莲的代志是要安怎？安尼毋就即个去了了啊！哎呦，你讲话毋着安尼讲我清楚，互我安尼气一个心中拢要定伊。佮再讲啊，因两个困做伙有啥物毋好？颠倒较少，佮袂畏寒。哈，你是常落咧六番颠啊心？这玉莲是永我的未来的牵手呢，伊哪会当吼甲大鼻困做伙啦？哎呀，赵神啊，看代志哦是看伊，毋通看变。虽然啊，这个好爸母吼心肝歹，要互因青米煮成饭，哼，你玉帝也毋是伫咧做，讲要安怎就安怎。放心啦，玉莲哦绝对袂有代志，安啦安啦。啊，敢真是安尼啊？要无是安怎？你若毋困哦，我要入来困，毋通搁来甲我吵啊！喂，久笑悲无尾，常常讲我只会晓困尔，家己毋是共款。啊，对啊，我赶紧转来去才对啊。哪会变袂转去啊？啊，哪会变袂转去啦？哪安尼啦？莫吵，转去啦！啊，哎呦啊！大片，咱家写到这，真暗啊，咱在这个写好无？玉莲，你看有水咯？真水啦，啊毋过你拢写迄面呢？真是了。我甲你试试咧。有看，咱大片哦，甲玉莲哦，实在是足适配哦。胖回来插牛屎。你怎是开玩笑？咱明仔在这个写吼，真暗啊，来休息咱来困。玉莲，你以后吼，拢爱陪我写字哦。你若陪我写字吼，我就会写足水足水的。你若认真写吼，我一定陪你。玉莲，你若是我阿姐吼，敢要偌好咧？大片，自细汉到今嘛，我一直当作你是小弟啊。收收咧吼，赶紧来困，啊，咱明仔再去写。好，来困。哎，你有听到无？玉莲亲嘴讲的啦，因两个哦，成家弟，套成翁仔某嘛。我就是有办法啦，互因变做翁仔某。真拼的啦，莫他妈加了工啦。你足爱甲我泼冷水呢？敢讲大片的毋是恁囝呀？你无按算后摆要互伊甲你芳斗啊？也是你还无法度通将玉莲放袂记的哈？你在讲什么笑话啊？敢无呀呀？夫人，歹势啦，我起来生活，我出来传早顿吼。别，早顿吼，我已经叫人传好势。大片的咧，伊还咧困嘛？哦，来，坐。夫人，坐咧，不要紧。是。玉莲呀，我有近前啊，心仔鸡哦，要互你啉，趁小个啉落吼。难哦，夫人，我是查某囡仔，这么好的汤哦，我袂用啉啦。啊，你是甲夫人咧客气什么啦？我叫你啉哦，你就甲啉落去。你昨暝陪大片的困，真忝哦。袂啦，夫人，昨吼，我有带桌仔顶小眠一下，所以毋才困伤啦，无开始做早顿，请夫人原谅。你骗伫桌顶？好啦，等伊我有心仔鸡哦，
趁烧啦，若吞得落去吼，这豆豆啊吞啦。文婉，教练，你什么代志找我这么着急？是不是头家搁想要欺负你啊？毋是啦，最近拢无来找我，啊，毋过夫人对我特别好，不但甲我做新衫，而且哦，搁认真心计互我啉呢。有影真奇怪，夫人哪会忽然间对一个查某囡仔遮尔好？我嘛感觉真惊吓，想着夫人的笑容哦，我拢会起鸡母皮，尤其是早暗哦，搁叫我去陪大片。啊？夫人叫你去陪咧？文婉，免烦恼啦，大片自细汉哦就做甜我的，伊当做我是伊的大姊，虽然头壳空空，啊，毋过伊心肝哦足善良的，甲因爸母是完全无共款的啦。我足希望伫咧陈家2年长工的契约会当赶紧到，咱会当赶紧离开这个为富不仁的陈家。也若无，每一次我若听到讲老爷佫想要对你动下动手，我就足想要好好去甲修理一下。我就足想要好好去甲修理一下。文婉，我知你对我的感情，啊，毋过咱即马拢爱心内，别个冲动，对无？你还是赶紧静静的，我嘛要赶紧转来，较别人怀疑。啊，无你先行。唉，我得庆幸，恁两人感情确实偌真高。看因感情遐尔好，我拢无想要做啥，我嘛想要重新做。煞咧吼，佫饲出一个姑娘啊，会当像玉莲对待文婉遐尔好来对待我，安尼毋知有偌好咧？你哦，免当命伫咧嫌善啦。啊，人咧讲哦，一人一款命啦。赵信啊，你毋好讲看因两个人安尼感情遐尔好，因两人若想讲要做阿某，哼，真困难啦。是安怎？你紧讲嘛。天机不可劳下。哎哟，你讲安尼甲有讲甲无讲，毋是共款？唉，赵信啊，你若去违反着天条吼，死到你连性命都做袂成啊！反正连头壳你都飞去哦。哟，好地先生啊，若是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啊，因两个人的命运，是毋是真đáng惜？这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问来问去哦，选去问到一个笑。真无简单哦，这摆阁飞出去哦。唉，讲啊，这凡间的代志哦，永远都插袂煞。尤其是这感情问题哦，实在是真歹拍。但是安怎？咱煞一直伫咧哭有啊。啥人拢听我话，一人了我受气，哈！老爷，我无安怎，你若不是甲我拍了？你搁讲你无安怎？我明明就叫你去种番薯栽，啊！你啥人走去佚佗，害管家担啊番薯，他妈等无人啊！叫了苦啊！无啊，我的钱是刷咧口哟，饲你这无路的脚上来搞，我洗脸啊！我洗脸啊！老爷，我只是伫咧半路先学问一下尔，搁再讲，我也无耽误着正做的事实啊。我是用钱来请你来休困的哦，我是看你来咧种做，不是真在种的呢。你甲我当做啥呀？哈，到时若种无好势，你要负责任哦。你唔捌代志，哎呦，哎呦，嘴子，哎呦，气死！哎，我你是咧创啥啊？阿爹，你来拍文婉啦！你吼，甲安尼共款，足爱拍人，迄拍人一天呢。这高路仔无拍要哪会用的？我甲你讲过哦，我罚你3工哦，陪你食饭啊！爹，迄3工无食饭，不都会夭寿啊？夭寿该好啦！无
我你是咧创啥啦？哎！文婉，拢是我拖累你。文婉，你听，你听，你听。你这头壳拢空空哟，我徛咧看，去离去甲抱你，呼因膏药啊吼，紧的啦，足饭桶的。咩啊？都是我害文婉，假使我若无将文婉去土地公庙，今晚袂好老要拍到这么凄惨。我也已经凄惨了，现在你搁要接我？幼莲的啊，夫人，幼莲的，你哪咧哭？是不是老爷搁欺负你啊？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夫人，我是我。好啦，不要紧啦。你以后若有啥物委屈咯，你做你尽量甲夫人讲，夫人一定替你做主，哈。多谢夫人。哎呦，你甲看卖，你是安尼哪大汉哪水哦？但要比哦，20年前哦，我伫溪仔边甲你捡的时阵哦，哎呦，实在是差济咧哦。夫人，感谢你当当时解救我的性命。若是无夫人，我早就袂当活伫咧这个世间啦。唉，上介可怜是恁阿娘。当我赶到位的时阵哦，恁阿娘都已经转去啊。夫人，虽然阮阿娘的性命无法度解救，不过我相信阮阿娘一定嘛真感谢夫人，甲伊落土为安。你若知影就好啦。我今仔日哦，就是要甲你提醒讲哦，咱若做人哦，就爱知影通知恩报本，绝对袂用的吼，安尼忘本背记。要若无吼，连天公伯啊吼都袂照谢伊，你知影吼？夫人，这我知影。啊，对啦，我有叫迄个秀英阿姨哦，甲你做一寡迄个衫裤，啊，小等下哦，伊连尾就送来，啊，你再甲试看卖，试看会穿的还袂穿的，哈。夫人，我穿安尼就真好啊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你一定爱换衫。我今仔日就是，啊，我是讲哦，你着爱听有人的话，啊，今仔日就一定爱换一个新衫穿较水的，有听的吼。走是啦，我是一个老野人，你安尼话，我会惊死，我会惊死啊！我得进行啊，即摆代志大条啊啦！是啥物咧限制大条啦？你拜托的好无？你是听到倒位去啦？我是讲吼，这等下的代志大条呢。你是讲大片的因老母要将玉莲甲大片的杀做对着无？对。哇，钦佩钦佩，想袂到讲你的道行遐尔深，一摇就去互你摇着啊！小可代志阁算袂出来，是要安怎凡间的百姓讲我是一个福德正神？莫操大，讲正经啦，福德正神。啊，即摆这件代志到底要安怎处理啦？嗨，这是上天注定的好一面，你毋免去甲烦恼啦。啊，你是老糊涂啊是毋？这玉莲甲文婉才是一对呢。搁再讲啦，这大片牵玉莲，伊根本就无适合做伙啊。这大片哦，头壳搁歹去，安尼毋是一蕊水水啊花插伫牛仔顶头啊？安尼你讲啊，你看你要安怎处理？
我若知影讲要安怎处理哦，我就毋免来遮找你啊。拜托，紧斗想看卖咧啦。我也是来啉一杯啊，伤口啦。这个时阵你过来啉酒啊？哦。叫恁囝仔穿遮水。我今仔叫恁大家来大厅，收这件重要的代志要宣布。这件重要的代志啊，也就是阮陈家这几年来的大喜事。玉莲啊，是我真细汉就甲捡转来请大汉，伊的名啊，等于敢若我予伊的同款。啊，那大兄哦，是阮陈家唯一的后生，所以啊。我要拣一个好时好日，互玉莲哦，甲大片的两个人定亲。我要甲玉莲定亲啊！你要看我拍拖啊！我甲恁大家交代哦，以后爱叫玉莲叫小奶奶，知影无？是。啊，你若定亲了后，当玉莲就是你的某啊哦。你来好好甲疼惜，知影无？娘，你放心，玉莲，我会好好甲疼惜你可好？玉莲，我会甲你疼惜，我会甲你疼惜。